国民党党主席的改选领表延长到这个月15号到19号。除了有意参选的台北市的前市长霍亮斌之外，还有立委罗志强。伊讲，若互伊做党主席，国会就是战斗中央。若朱立伦的阵营传出讲，可能会推出着代理人。也毋过朱立伦今仔日接受到访问，讲伊会全力来支持正人拢拥护的人选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透早参加国民革命中烈士纪念抗战80周年，看起来心情真好。不过，伊8月3发生台中市长罗秀燕接棒党主席，罗秀燕以市政优先为理由表态未选。传出朱立伦阵营可能推出代理人，却点名包括桃园市长张善政。2028。那对于我们重返执政，这是非常关键的时刻，所以我才一再的呼吁全党要团结一致。那对于众望所归的人选，我们要全力的支持。票谈代理人，敢若强调要爱正人定义的人选。不过，即马除了台面已经表态参选的人，传出前台北市长霍亮斌会伫咧最近宣布参选。台北市议员游锡辉就讲，私底下其实无赞成对方参选，因为伊看过党内选举，真正的战甲刀刀见骨。不过霍亮斌嘛讲，伊也未做决定，颠倒闹回罗志强动作不断，林宪新会期马来唱为礼权。这一届的党主席，他就不能选总统，这么简单，就是一个任务型的党主席，霸凌啊。每个人都是走过刀山火海的。如果我当选党主席，战斗中央就在立法院。南洋党主席之称，朱立伦要交棒，罗秀燕未接棒，政治效应牵动南洋大选的布局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